有民眾佇社群平台討論，講7月尾呢，又閣有中國的sou年船走入來咱的台北港啊。海巡署長是有出面來回釋的，伊講這是執勤人員的疏失，毋過伊嘛講到這科技的裝備要是無夠周至，總是有漏氣的時陣，所以調野立委是認為講，若陣真正有欠，安尼就愛趕緊來檢討甲改進。佇咧外台北港的八里海沙埔頂頭，有民眾佇咧7月底發現一隻中國的sou靈船，而且佇咧社群平台發文，伊甚至閣講伊觀察3天，當中有中國做的金屬油桶、簡體字包裝的衛生紙、3領救生衫等等的物件，就隨報案。除了這支海防線閣再失去效果，嘛對海巡單位加施壓，要求袂使甲現場的相片傳出去，真不滿。代誌過2禮拜外，海巡署出面回釋咧。調查發現，執勤人員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業規定，有人為疏失的情形。海巡署張署長對此深感抱歉。海巡在科技裝備尚未進一步到位，尚未導入 AI 辨識小目標切斷，高標準要求將人力效能與雷達敏感度發揮到極致，仍然無法達成零漏接的目標。海巡署強調，會嚴格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。也若根據海巡署指出，去年到今發生29件偷渡案，攏總71人，其中當場查到22案，61個人，人員查緝率有85.9%。只是除了去年5月，佇咧桃園觀音海沙埔登陸的芬蘭白仔囝偷渡案，2024年6月嘛發生中國的查甫人駛快艇走入去淡水河。那位就講，即馬海巡閣甲完全無法度掌握的原因，提寫好設備無夠完全，伊感覺真不滿。抓機會就打我們預算，這怎麼會不用了？現在來講，他們都在用啊。海防太鬆了啦，有跟沒有一樣啊。這個主委只會每天噴口水啦。特別是現在在漢光演習的期間，與其在討論要不要降速，你倒不如說我的旁邊的海防或者空防守好，不要把它當成一個偷渡啊，或者是一個單一事件，因為從5年前開始，這樣的現象其實越來越多。我們在國防部其實都有一些鼓勵漁民啊，一般民眾發現異狀或發現解放軍的軍艦通報的獎勵機制。那海巡其實也應該建構。八里海沙埔加台北港離總統府等等政治經濟中心大概敢若22公里。王定宇就提醒，中國利用海浪閘坡一直對咱台灣試探，除了應該進一步強化空中海巡的鑑證力量，人的觀念甲專業性嘛要提升。呼籲有人碰就要趕緊檢討精進。記者綜合報道。